的捕捉还可以吧？这是你们俩 PS 的吧？啊，不是啊，这是原片儿。您不是说过吗？您喜欢原汁原味的。舒服吗？哎，高芳，你这是干嘛呢？你不是要给冬年买生日礼物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，走，咱买个香水就差不多了。走吧。哎呀，老公，老土，人家现在姐妹之间已经不轻松那么官方的礼物了，是吗？太无聊。冬眠的心思啊，我知道，我选的礼物他一定满意。你就乖乖在这儿等我啊。成功就在今夜，但使龙城飞将在。Come on, baby, don't be shy 哥们儿，我给你推荐一款我们店的镇店之宝，用过都说好，让你成为男人中的战斗机。闻是没有用，不过呢，我可以给你打一个折扣，今晚保证你满意。老公，哎。